刚开始香蕉53公里，前到东2公3公，步道1公2公3公。恭喜同一支前到东，步道东。会了，咱助理就叫咱各位所长各位进来者，大家晚安吼。咱叫一个贵宾吼，咱沈先生，咱沈先生是咱新爷，较早你嘛知影保险吼，迄个汽车迄个转运站吼，迄个所在一定是注意的啦吼。迄个核心汽车转站去这核心已经差不多点啦吼。咱听到咱行政所长吼，咱新台北吼，你过去对这个公共啦吼，蛮有兴趣。第一，咱来讲是大家这个约翰啦吼，这是非常好的这个运营啦吼。所以呢，因为对你不过因为这块的道理，看个人的领域，看个人的感受，来听太复杂哦。没有关系。会啦，懂，公开嘛，都知道。公开嘛，大家都懂吼。我见你咱听的啦吼。所以咱金融已经讲到第3分啦。第3分就是讲，咱我早因为平时讲到一寡重复的物件吼，咱沈先生给出的长答案，这个中心吼，所以平时过去我听，平时若有一寡重复的物件出来吼，可能挑战意思。所以咱同学当中把这个物件详细再做一个公关的所在，要做一个再做一个说明吼。那因为咱过去咱讲定这个公点，3岁出分就点出，3岁出分急出分，按样都有什么点来就出出。所以永远对他们的标准非常清楚。那因为要了解这个公点，其实人是上紧上的人，你要去听这个公点无可能。现在讲呢，不离金公点。加10分讲，如来是违法大乘假说，违法最上乘假说。因为小乘人、中乘人要听大乘法，这无可能。简单讲起来，因为听得到这个听无，所以过去咱不离考验跟大讲，当时佛陀向着阿罗汉说大乘法，因为阿罗汉是小乘，所以无请阿罗汉来解释。所以可见这阿罗汉。伊虽然修到好证的道，已经进入圣之流，但是因为伊无法度去了解到这个佛性的道理，所以因此因这个离开。那离开了，佛陀嘛这点叫做大礼拜见，招摇拜状，生不出菩提果来。可见在今日，特别对于有了这个。佛陀在世的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经典，叫做《地藏经》，这个确实无简单。简单讲起来，咱虽然各位善男子甲善女人，有无灵有无性，咱今日无穿着袈裟，但是无代表咱无智慧。咱今日穿袈裟，无代表咱无智慧，这点咱一定要理解。因为咱袈裟是为咱的心。咱的家世是善情这表象，所以你今日智慧含家世绝对会使咱办这点一定了解。那因为今日咱学金刚经一定为着咱爱上，我甚至讲为前年、旧年已经2年，所以因为上到今年我要第3年，非常的抱歉，因为咱无学。
时常伫国外，所以呢，拄着我伫国外就感到挺险，所以经常会危险。那因我走到了第23分，我新来来参加咱今日的这个班处，当然，到23分啦，叫做静心平息。那静心平息分，当然，伫咱我过去咱讲嘅金刚经有分做4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就是伫第1分到第8分，已经这个出现分。来讲起来，伊先讲第一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就是为了各位大家相信，因为法虽然是讲大，但是若无信，完全咧入到佛法的核心，这是无简单的代志。所以你第1分到第8分是互你相信。那因为第9分到第16分，一上分到第16分，叫做这个人小学分。因为这个咧甲你讲解就是讲，因为你虽然有信，你有危险，你就要解。因为学法绝对袂使互你有危险，因为你完全有危险，你的心有问题，所以咱佛陀里经讲经常讲，要进入阿罗汉，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拢总无法度入。要进入阿罗汉，你就无可能。所以你讲阿罗汉，要进入阿罗汉道，第9分伊就是讲阿罗汉道，须陀洹、须陀含、阿那阿罗汉，即讲阿罗汉的四果。那阿罗汉初果就是讲入，叫做入圣人之入，当然不入色声香味触，这应该咱大家了解。那今日经典讲到第9分，讲到解，就叫做情解。因为经典的物件，你若要真正离表象，伊若讲表象论象，相当。如果你若要深入，你离表象论象，完全无法度看出了原心实相。所以今日一定要第8分、第9分到第16分，要叫你解。那咱第17分，咱就讲究竟无哦，因为究竟，就达到绝对的究竟。一定无有前法，我上人上众生是寿者上，咱今日个众生，就是有我不断，人我不断。咱今日当无通证，咱无通当证着无上正等正觉。咱今日当无通得着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，咱无通得着啥物件。所以今日得着啥物件了后，当然你一定要达到究竟无我，你才能得着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，因为咱话这讲过几两遍吼。阿弥陀罗，这叫做无上；三藐叫做正等，三菩提叫做正觉。咱要讲起来，这讲到无上正等正觉，但是咱等者会去讲第一段。所以这个内底特点，咱知影一定达到究竟无我。那究竟无我呢？达到因这分段第3段的上尾叫做静心形象。因为静心形象就是已经现的上尾接下来发挥无比分到应化之分，这叫做正道，叫做性解正正，后面叫做正果，叫做正道。有人在讲《金刚经》伫第2分，甲第2分，甚至甲第17分，那是有重叠的。所以因为这有定些我无了解，看到文字小相，一直甲当作好像佛所讲重叠的话，伊是不得，伊是真理者，伊是实理者，伊是如理者，伊是不公理者，伊是不有理者。当然，因为伊是大学者，我相信伊会讲中国的物件，内底有意思无小相，伊咱今日袂当了解到佛咧讲的真实意，所以咱用着表象文字的理论，所以咱常讲，文人载道，文非道，手能之源，手无源。文会当载道，文毋是道，但是咱用文咧来论道，可能人讲，这个言语道断，心行出变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出昧。
所以完全我都发出实相的物件出来。啊，所以恁今日要得中原，伊若讲我今日拢无讲国语的，众生伊都唔知啊。我若要讲出这物件，众生又搁袂卖我讲出这物件，所以咱是我来讲，我若讲经典，啊，世人死在轮回上；我若讲经典，啊，世人煞死在经典上。所以你叫我讲，讲，所以呢，《金刚经》第12本当叫做为说所说本。为说所说就是讲，这袂当讲的物件，所说我根本嘛讲出来物件，所以叫做为说所说。金刚经咱前面卖俗的，迄个为说所说就是讲这，因为这款的物件讲的，就一定拢走进去，所以老子就来讲出来。大道无形，大道无形实有天地；大道无情，运用万物。运用万物，大道无情，运用万物。五不的机名，用名道。老子嘛能讲，我嘛唔知什么名，这个名要按怎讲我嘛唔捌。但是我叫名讲道哦，道众生就落入道里。哦，这就是道，这就是道。其实，迄就是一个宇宙的主宰定理，所以老子咱讲，道理不改，修行就不殆。所谓天下本，独立而不改，作行而不殆，是为天下。所以这个物件，我甲讲，伊即款的物件，我这是天下天地人物，天地无天地人物，咱嘛讲生地生地生万物的人物，我们咱道中叫做人物。所以一切是一种名词的代表者，但是明日金刚经已经讲到第23分来，23分来，伊已经咧讲啦，咧讲着行的上极端的物件。什么叫做行的上极端？行达到迄个行的上极端叫做智行。什么叫做智行？智就是叫做无为，智叫做无为，智叫做无为，伊叫做无我。无为，伊叫做无为。你咧行的内底当中，无为无我，二所为，二所为。你讲今日无为无我，但是你搁有一个所为，搁袂使，所以叫做无为而为，而无所为。按咁条意思，无为而为，无为无为。所谓叫做二为，无为所为，因为我袂使，我今日袂使拢无情，因为我嘛知，而且讲这物件，拢总是无，拢总是邪意。但是我无讲我袂使，所以今日我要讲这个无言道理，但是我嘛袂使无讲情，安尼咁听。但是这个叫做勉强说，因为怎讲？因为所讲的叫做因缘生法，因缘生发的物件，今日咱伫这个所在，那个因缘所生法，所以迄个叫用水菩萨讲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讲，应名的叫名，应名的是义。所以你今日伫因缘生法，所以不但你要讲，啥就讲，伊当一句一切法，即为一切法是名一切法，一切法叫做因缘生法。即归一切法因缘所生法叫做空，所以咱讲缘起性空，缘起无我。所以缘起的道理你会了解，因缘所生法拢总是因缘而生。因为我每集嘛，几月70岁，51岁，伊含面红婿同住70年，叫做因缘斗阵70年，但是后壁要不要空？因为今日空啊，现在空。因为为空嘛，为空嘛因为一定叫做缘生，因缘而结合，叫做缘生。啦，别误会，叫做哪？因缘而灭。所以凡所有相，拢是因缘所生出来物件。但是今日咱中央读道理原则是安尼，因为所谓因缘所生发的经典，拢总是一怪啊。你唔能够当作伊会互你成佛，伊袂互你成佛。因为成佛是照着这个拐啊，你免去体悟。我照着这个手，
比2公斤，但是你毋通把这个手当作2公斤，因为你一定要离开我这个手，因为我这个手甲因缘为着你要看到月亮，所以我无这个手甲你比月亮，因为你毋知影去靠袂。但是我这个手甲你比月亮，你煞甲认我这个手叫做月亮，因为我这个手甲因缘相关的物件。但是你一定爱甲看我这是因缘相关，这个毋是月亮，你一定爱哪一切法，这个手爱击开一切法智慧。你有法度因缘所生发智慧，你才能看捌迄个月。所以这点，咱一定爱把这个因缘生发放下。你才当入去做一个，所以有刚刚叫做观照，叫做观照，观叫做内观，叫做以佛有这些因缘叫做文殊修正嘛，文殊修正嘛，这个书就是来讲观照的意思，因为你听到，你看到经典，你听到你这个一定爱去观照讲话。所以无观照，这个物件无起来了后，你这个智慧无来了。你智慧无来了，你较用得用到这个色，你较用到这个色，这个色你看物件，这个色叫做执着的物件，这个色叫做执，你要了解这个物件。所以咱讲色强，色若愈强，你的智慧，你的智就愈强。所以咱讲，所以咱智，你智若强，你的智慧就一定足取用。所以你观照袂开，所以老做法叫做转世成智，要转起心地。那金刚经内底当中就是要叫你哪，要叫你凡所遇相，这拢总以心，因为你这个识起，你就一定分辨，这个识就是叫做分辨，这个识就是计较，这个识就是执着，这个识就是因为观察到一切的物件，所以咱讲计较、比较。你才叫做争取、夺取、赢取、取得讲这个物件。所以咱六祖华经讲六识，咱六根生什么物件？咱六定，来生六识，叫做18界。六根本来就一根识，这个一根就是叫做清净无染的物件。但是你这一根清净无染，你了着色声香味触法，根了定。变成这个出来，这个色，这个色在讲什么物件？这个色叫做分别，就是我常咧讲，咱今日用一个简单来讲，今日这6杯水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6杯水，这6杯水，这叫做六根，叫做眼，耳、鼻、舌。心、意，这六根这6杯水是毋是？这6杯水是毋是拢共一项水？所以大地道论咱讲一句话：只有一根色，分为6项色。基础一根色。所以六根就是一根，这点你会了解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心、意，这叫做一根。一根，这个根就是咱咧讲叫做哪？叫做清净。这叫做无量，这叫做讲叫做清净无量。但是你本来这个根。这个根叫做咱常咧讲，叫做神经，神经为物件叫做神经。咱这个神经为你的目睭会看；神经为你的耳孔会听；神经为你的鼻仔会鼻；神经为你的嘴你才有味；神经为你的心看怎你知影？但是最主要有一个意，因为这感受这叫做我，这叫做人。这叫做我，这个，伊这感受到了后，回报这个物件，看到六根，看到物件叫做定，所以感觉定叫做色、声、
香、味、触。啊，这叫做定。什么叫做定？定叫做染污。哦，定叫做染污。咱讲叫染污。染污就是不干净的东西嘛，行人的物件，做简单的。唔过呢，你这是清气的物件哦，你今日落来当中，哦，今日落来当中，去念着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去念就这六个，落来变成这物件。落来变成色。才变着色，这个色咱讲叫做分别，分别，这个色叫做执着，这厉害吼，大家知影。咱今日来知影，静心，静心行色，这个静心就是咧讲这个物件，叫做一定清净无染的物件。咱本来是一个清净无染的物件，足清净的物件。但是伊念着六尘，这个尘，我讲这六杯水，好，这杯加泡浪，加味，这杯加屁，靠迄个哪，哦，起水，这六种的色的色泽，色拢无不一样，这个色拢不一样，但是各位，咱进。这个色无相同，就是讲，今仔日你这杯去念着咖啡，去念着汽水，去念着酒，去念着什么色？什么六色无相像，是叫做念着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。咱一经念定起来，就是讲，这杯原杯的水，因为你的色地去甲泡咖啡落来，甲泡茶落来，色就相像无。无相像，因为毕竟色球，但是你这个物件就分别啦，分别什么物件？啊，这杯就咖啡啊，这杯就汽水啊，啊，这杯就是茶啊，色地黄色的。我若是一杯咖啡的时候，你讲什么色地？你讲黑色的。一杯茶互你讲黄色，但是咱今日已经去这个物件，咱去这个物件。叫表象，咱叫表象，把咱染污去啊。因为讲，咱伫这个表象拢咧着相，这个叫做着相。着相，因为咱讲，因为你定的物件，因为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这个着相，这个着相，因为你本来你是清净，但是你念着这个色地，就是我拄则咧甲你讲，六杯水拢总一性命。水是生命无两色，但是你念着豆油、汽水、咖啡、泡茶、色地，六杯全部无相像。咱就来认定讲，咱无看到伊实相，咱一直开始看到表象。敢听有意思？咱就开始看到表象。这表象，咱可以听一下，咱逐个面相有相像无？逐个面相无相像，这叫做表象。咱今日就认这个表象，伊安怎讲？伊你用这个分别，你用这个分别，你用这个分别，你用这个分别。哦，这较颠倒，啊，这较水，啊，这较古水，这较可爱，这较安怎？这我较介意，这我较无介意。咱是这个分别，咱是这执着。哦，咱的心已经变中心去。但是伊甲你讲我静心行善哦，这个物件就讲，你今日爱修无自性，你这个心袂使有执着。今日咱有看到咱坐伫遮，逐个拢有一心，拢有一心清净无？咱就是污染的物件，有一个污染的什么物件叫做净心有无？净就是污染嘛，哦，净就是污染嘛，净就是无执着嘛。今日咱有一个清净的不完。今日咱互六尘，咱互六色，而且分别，而且执着，所以咱变成啥？
能变成六道轮回的众生。但是六道轮回的众生，伊有一个实相，伊这个实相，无因为讲今仔日咱较老，迄个实相较大，你较含慢，迄个实相较细。你今仔日迄只牛，你迄只鸡，迄只鸭，迄个实相较细较大。圣人讲，在食不精哦，在行不减，伊叫做不精不减不定不息，这个物件，伊完全是负常的物件。所以咱早咱讲，何其自性本自负常，何其自性本不生变，何其自性什物件？本不动变，何其自性变性万法。所以呢，咱六祖咱讲，伊本来负常的物件，伊本来清净的物件，伊本来不动摇的物件，伊本来不生变的物件。今日，迄个物件如果来歹去，咱就不要想。你叫歹去啊！迄个物件就歹去物件，迄个物件咱叫袂慢，咱叫袂实，咱叫袂实美，这个爱注意。袂实这个叫做美，那三美都毋是袂实啊。三美叫做正等正受，这正等正受，这个三美化，三美化哦。啊，若行出去顶外甲查证伊就叫做美美哦。这个叫做乌白条，叫做迷昧。所以上面那发这个印度的语言，发有中国的话，就是正正少。啊，所以今日就是咱话拄则讲的，你本来就有一根，这个根就是咱英文咧讲的叫做静心之根。你本来就是有一个静心的这个物件，所以今日你用静，虽然你是一个静心，但是后壁你爱在哪？爱在显现。所以甲你讲，这个当然，咱今日咱利用轮回内底当中，咱的思想，这个力量太强了，所以咱必须咱一个佛教的本身，咱叫咱叫覆盖，就才能发生在比喻。这个太阳，太阳。太阳就是讲自性，就是讲自性。太阳的光，就是咱咧讲啦，太阳对咱叫地，对不对？自性和智慧这是一体，它不是二，它是一。太阳，太阳光出来是两个面，当然是一。它不是二，但是因为咱本来有一个附着，这个叫做具足。六祖甲你讲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何其自性本自清净。伊本来这完全是如如，你不敢讲叫如，所以叫做如如不动，不动如如。所以这个马赛克是叫做静心，完全它独立而不改，它做成而不改，这个物件。但是因为咱今日来到这个点势。就参了，咱好想这个，这个叫做云端，这叫做云端。云，咱今日就是咱的，这个就是咱的气病，咱念的。魂去查着什么呀？但是你魂甲查着太阳，伊嘛是如如哦，伊这个嘛是无太阳。伊咧转世遮，即个嘛是相像我如如，无法度啦，因为即个力量太重啦，即个罪孽太重啦，拖咧做。但是伊这本身伊嘛是做不一样嘛是爱含伊咧做如哦，伊即个嘛是爱含伊咧做假哦，含伊咧做底哦，含伊咧做好业人哦，含伊咧做善良人哦，嘛是即个，要做本嘛是即个，嘛是即个。所以咧，用来讲叫做静心，就是讲这个，你有这个，但是问题出伫一个所在，出伫这个所在，因为这个所在，差这个所在有差有无？太阳差着你这冰端差有无？你这个云，你飞机若是伫顶原地，你这个云端伫顶原，虽然会缀你个看，看起底无烦，拢乌云，
但是因为天顶天空明亮，飞机咧飞是足顺的哦。所以飞机会飞到咧飞，伊的迄个都一直咧响，一直咧跳，迄就是已经住伫即个云端的内底。所以伊要落到内底，一定要经过这个云端。要经过这个云端呢，伊甲你讲哦，天气不稳，啊，请你把你的腰带爱绑好，身体厕所拢袂使去，因为你要落这云端内底当中，因为这叫危险，因为你伫云端内底，你在云端内。你经过这个云端内底，你坐伫遐，你无感觉你坐伫遐，飞机去行作平的，事发平顶如如下，有平无？遐有够平，你嘛无感觉开始落来当中，开始跳的当中，人家讲呢，眼睛睁开，准备投胎，会惊，是安怎惊？飞机咧跳一跳你开始会惊。所以咱人就是因为落伫这段含这段弯弯容易无关。但是足可怜的，咱就是离这段叫做色，这段叫做色，咱一定要了解，这段叫做色，这段免哪去掉。所以云端，你若用着风，咱就做比如风叫做善法，云叫做恶法。用善法来赶除掉恶法，用善法来赶除掉恶法，赶除掉恶法，安尼是毋是上下俱明，万上皆下？所以《金刚经》内底当中讲，伊当来讲，所言善法，就善法，是名善法。因为咱讲，随时恁讲到这个静心内底，讲到这个。因为咱进问题是这个，这个完全无关系。这个是互你知影，你有付足着这个物件呢。什么人有付足？什么人有这个物件？所以圣经来讲，不精不简不定不实。所以这点的物件，咱一定要去了解。所以学法，咱袂使无去了解这个道理。那今日咱已经讲到了行的这个阶层，那行。静心行善，静心行善，咱静心要安怎去行善？行就是讲你做出来，无去执着，你无去计较，你无去比较，你用一个清净心，这个清净心来甲讲起来，叫做无计较、无比较。所以我常讲一句话，伊讲咱伫《金刚经》第4分来讲，叫做妙言无助。妙言无助，就是讲不可思议之行，不可思议之行。妙想无助，妙言无助，就是讲你今仔日所行全部执着，叫做妙言无助，唔是叫做不行不可思议之行。所以你无去明，你无论你过世，无论你三世、在世、法世、无为世，伫法律中道内底。无论你持戒，无论你忍辱，无论你精进，无论你上定，智慧内底当中行得多，这叫做佛法，叫做静心行善。因为这叫做一切善法。因为你今日走到着菩萨意境内底当中，你一定要行着佛法。所以着佛法内底当中，迄叫做扭转，叫做万法。所以咧，今日就是咧讲到这个物件。因为咱讲，咱今日修到十道。金刚经咧讲，就是讲叫做智慧。金刚经咧5波法界，对不对？因为伊就是咧讲智慧明解。所以咧，因为这段静心行善，修无住心，就是讲你今日所行，你袂使执着，你心袂使有哪，袂使有一个我咧行善。就简单讲起来。我得换一个解释比喻，今仔日，你今仔日有一个静心行善，这个静心就是讲什么物件？这个静心就是讲你的自信，你的自信，自信从妈妈生出来互你的时阵，伊家己一直咧行善，伊家己行善，伊有进步无？伊26时钟，24小时内底当中，伊咧运作伊这个马体。运作成这个马体，
伊有讲今日他有在计较，我做到无停，我做了7辛苦，因为宇宙有一个大主宰，咱肉体有一个小主宰，咱这个肉体小主宰，咱要安怎去合迄个宇宙的大主宰，所以因为咱有一个小主宰，这个咱的主性，这个主性自妈妈生活咱到今日当中，因为有里内底咧甲你运作，拢袂臭，拢袂浓。迄个物件若离开了后，若无去入冰箱，即个肉体就会乱会臭，这是事实。所以伊咧日，咱爱了解，伊是落入你即个肉体内底，无论你是咧困，无论你是咧做工课，无论你伫外口咧甲人计较，咧甲人比较，咧甲人争取，甲人夺取，伊原在是如如不动，离你的内底咧甲你运作，因为伊嘛是无理而不改，做成而不殆。按刚讲意思，他完全没有计较，没有比较，所以伊伫咧运作，心先，甲你顾把你这个肉体4肢百骸，含头毛孔啊，逐项甲你顾着，顾着到互你真健康。但是咱还无满意，因为咱有一个欲望太大了，欲望，咱有一个计较比较太明，但是你这个是静心明显，完全无计较，完全无比较。你今日你这个若有计较比较，你这个内底无可能你活遮久，你要相信无？无可能活遮久，是你的欲望去起了后，因为欲望就是有心嘛，有这个物件，我拄则讲有这个物件，所以这个物件，因为你是太计较，你太比较，你若甲转入智慧的智慧，所以若要甲讲起，那安尼伊都该去听，就是讲。理智亦如，自性叫做理，智慧叫做智，叫做理智亦如，叫做理智如如。那安尼当中呢，迄个叫做哪？静心平性。这个叫做静心，这个理叫做本体，叫做自性，咱讲叫做静。静是无念的物件，你迄个无念的物件。你今日去形成智慧、静心流露出来，因为何其自性本，何其自性灵性万法。这句话你一定爱了解，灵性万法。虽然伊有数字，何其自性本如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不动摇。伊这是讲这个自性，讲这个理，讲这个自性。